我叫阿 Terence 咁咧就係今次呢一個嘅攤位嘅負責人嚟嘅。咁我自己本身亦都係一個即係 artist 啦，一個藝術品嘅愛好者啦。咁而呢一樣嘅賽璐璐嘅動畫膠片咧，亦都係其中之一個我哋嘅一個嘅 project 啦，同埋一個項目咁樣嘅。咁好啦，呢一個嘅賽璐璐膠片咧，其實佢就正式嘅名稱咧，就我哋可以講話係一個動畫製作用嘅元寶膠片嚟嘅。咁因為我哋呢啲賽璐璐嘅動畫膠片咧，差唔多喺2000年前後度啦，都已經開始絕咗跡㗎啦。咁變咗其實呢一啲嘅動畫膠片，佢喺呢個市場流通，最年輕嗰張可能都有20幾年㗎啦。咁而動畫公司嚟講咧，佢基本上佢一早都已經冇呢啲咁樣嘅動畫膠片存在。咁而佢哋以前咧就當然啦，佢哋係做完一套動畫之後咧，呢一啲嘅膠片咧，咁佢哋都會係當一啲嘅產品咧，擺喺啲鋪頭度賣嘅。咁但係呢啲係講緊幾廿年前嘅事情嚟㗎啦。咁而我哋睇嘅動畫就1秒鐘咧就有24格嘅。好啦，咁但係我哋計一計啦，咁如果譬如一套個半鐘頭嘅動畫電影，咁究竟佢要用幾多張呢啲咁樣嘅膠片咧？咁其實計一計就差唔多要10幾萬張呢啲嘅動畫膠片嘅。好啦，咁但係當呢一啲嘅動畫膠片佢製作完嗰個菲林之後咧，咁之後會點咧？咁呢啲嘅動畫膠片咧就會掉㗎啦。咁點解要掉咧？因為咧以前可能譬如一年有過百套嘅動畫，每一套動畫有成10幾萬張嘅膠片，咁基本上咧係好難去咁樣去大量儲存嘅。咁於是乎唯一嘅途徑就係掉，係啦。咁但係佢掉之餘咧，咁喺呢一個嘅動畫製作公司咧，都會係留翻一啲譬如比較重要啲嘅場景啊，咁佢哋自己做翻啲存檔啦。咁亦都係會有機會咧，就係一啲動畫製作嘅人員咧，佢自己會 keep 翻一啲嘅。咁而部分咧，亦都會係當係一啲嘅產品咧，就擺喺一啲嘅鋪頭嗰度賣咯。咁於是乎咧，就會有一啲嘅動畫嘅膠片咧，就喺個市場嗰度流通。咁而當中咧，有啲會係真係比較昂貴一啲嘅。咁啊，例如係一啲吉卜力嘅系列啦，宮崎駿嘅動畫啦。咁因為宮崎駿咧，動畫系列咧，佢係唔單止係一個單一嘅市場嘅，佢係一個 worldwide 嘅市場。咁即係話，基本上你宮崎駿嘅動畫，無論去到邊個國家，只要佢嗰度曾經播放過咧，都有大量嘅 fans 嘅。咁而亦都係因為宮崎駿嘅動畫只有6套係用賽璐璐去製作嘅。咁於是乎咧，喺呢一個咁稀有嘅情況底下咧，咁而嗰個 demand 亦都係好大，咁變咗個價格咧就會變得係相當之昂貴。咁今次嚟講咧，就會特別就展出一張香港嘅本地製作嘅動畫原稿啦，老夫子啦。咁呢一個就係1981年嘅七彩卡通老夫子嘅動畫啦，係香港本地製作嘅。咁而呢一張就係佢可能係碩果僅存嘅一張嘅賽璐璐膠片嚟嘅。咁亦都希望即係喺大家睇日本動畫之餘，都唔好忘記我哋香港曾經都有製作過動畫嘅。